你有沒有愛過一個人，遠到你觸碰不到，卻又近到每一個夜晚都想起？這個故事從一輪月亮開始。那一年江南初夏，林清遠站在渡口，看着船緩緩離岸。船上有一個人，他叫沈若歆。他們不是沒有機會在一起，只是那時候天下動盪，林清遠要北上赴任，而沈若歆必須隨家人南遷。臨別時，他沒有哭，他只是輕聲說了一句：等月圓的時候，你會想我嗎？林清遠笑了笑，點頭。他以為這只是短暫的分離，可人生從來不按人的想法走。他去了北方，入仕為官。他留在南方，音訊漸少。一開始，他們還會寫信，紙短情長，字字溫柔。但後來，戰亂路斷，音訊難通，有些話還沒來得及說完，就再也傳不到對方手中。很多年後的一個夜晚，秋風微涼，林清遠獨自坐在庭院裏，桌上有一盞燭火，搖搖晃晃。他本來只是想看一會兒書，卻不知怎麼的抬起了頭。天上有一輪明月，又圓又亮。他忽然擸住了，因為他想起了很多年前，在那個渡口，他問他的那句話：等月圓的時候，你會想我嗎？他低聲笑了一下，那笑裏帶着一點遲來的明白。原來會。同一時間，在千里之外的南方，沈若歆也沒有睡。他坐在窗前，手裏握着一封舊信，那是很多年前他寫給他的，字跡已經有些模糊，可他還是捨不得放下。他抬頭，窗外也是同一輪月亮，明亮得不像真實。他忽然覺得這月光好像能把距離抹平。他輕聲說：清遠，你現在是不是也在看月亮？那一夜，他們都沒有睡，不是因為不困，而是因為想念太清醒。林清遠站起身，走到院中，月光灑滿整個天地，亮得連影子都清晰。他看着那片光，忽然有些不忍，於是他伸手把燭火熄了。黑暗降下來，可月光反而更亮了。他低聲說：這樣比較像你在身邊。南方的沈若歆也起身披衣。夜深了，露水開始重，他卻不覺得冷。他只是靜靜地站着，讓月光落在身上，好像這樣就能離他更近一點。時間一點一點地過去，夜很長，長到思念沒有盡頭。林清遠忽然伸出手，他試着去接那一片月光，掌心裏好像真的有什麼，卻又什麼都沒有。他苦笑了一下，如果可以把這月光帶給你就好了。
沈若歆也做了同樣的事。他輕輕地捧起一束月光，然後又慢慢放開。他低聲說：可惜，這樣的東西送不到你那裏。他們終於明白，有些東西是無法跨越距離的，哪怕是同一輪月亮。夜快要過去了，風更冷了，思念卻沒有減少。林清遠回到房中，他沒有再點燭火，只是躺下，閉上眼。他對自己說：或許夢裏可以見到他。南方的沈若歆也慢慢回到床上，他抱着那封舊信，像抱着一段過去。他輕聲說：今晚就讓我夢見你吧。那一夜，他們終於睡着了，在同一輪月光下，在同一份思念裏，在不同的地方。後來的後來，沒有人知道他們是否真的重逢，也沒有人知道那場夢裏他們有沒有相見。但有人記下了那一夜的心情，寫成了這幾句詩：海上生明月，天涯共此時。情人怨遙夜，竟夕起相思。滅燭憐光滿，披衣覺露滋。不堪盈手贈，還寢夢佳期。有些愛不是轟轟烈烈，而是在同一個夜晚，看着同一輪月亮，默默地想着同一個人。如果你也曾經在深夜想起某個人，那你一定懂這個故事。